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TF 啊。咁今日想分享關於少少航拍嘅嘢。最近喺 DJI 教班嘅時候呢，好多學生都問我喺中國大陸度點樣飛啦，邊啲地方飛得啦，邊啲地方要報備啦，究竟係點樣樣嘅呢？咁呢條片呢就好簡單，想教大家呢樣嘢啦。首先喺中國大陸入邊飛呢，要做一樣好重要嘅嘢，就係實名登記。咁首先你要去翻 UOM 嘅呢個網站度。網址咧，大家可以留意翻畫面或者睇翻影片下方嘅描述欄。咁跟住喺度咧就實名註冊一個賬戶。註冊嘅時候需要影翻你個樣、回鄉證嘅呢啲資料嘅。咁呢個實名認證咧都要需要一啲時間嘅。咁通常1-2日到咧就做得到噶啦。咁跟住你就再次入翻去 UOM 嘅呢個網站度，跟住你就可以喺呢個地方度註冊翻你嘅無人機。咁揀翻你嘅品牌啦、型號就可以噶啦。成功註冊之後呢，你就需要打印翻呢個 QR code 出嚟，好似我咁樣貼翻上去個無人機度，咁就完成咗個登記程序噶啦。咁嚟得 UOM 嘅呢個網站度，我都想你去翻呢個安全操控理論培訓，因為呢個呢係方便你日後報備用嘅。你見到呢度有個在線視頻培訓，咁入邊有2條短片，我建議你睇晒先。睇晒之後呢，就可以去在線考試嘅呢度。考試其實就唔難嘅，其實都係問翻剛才影片嘅內容嘅啫。甚至你喺香港，如果本身你有進階操作牌嘅話呢，呢啲題目應該難你唔到嘅。咁考試時間就係30分鐘，要答50條，每條就2分，總分80分或以上就算合格㗎啦。記住，如果萬一唔好彩唔合格嘅話呢，每日淨係可以考2次試嘅啫。咁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啦，如果唔係就要聽日再嚟過噶啦。成功合格之後呢，你就會喺我的合格證呢度呢，見到有一張好似證書嘅嘢。咁呢個就唔需要印出嚟嘅，只不過你成功合格咗呢個安全培訓呢，係方便你日後報備用嘅啫。咁但係好多人都問噶啦，邊啲地方飛得，邊啲地方唔飛得呢？咁通常呢，我就會用我嘅手機應用程式啦。咁我哋可以裝翻個叫做 UOM 嘅應用程式先。Android 咧就直接裝翻 APK 啦，咁但係如果 iPhone 嘅話咧就比較煩啲，你需要將你 App Store 嘅地區轉翻做中國咧，先至可以裝到嘅。入到 UOM 之後，你見到辦事嘅呢度有好多嘢嘅，咁你最緊要咧就係知道呢個叫做空域信息查詢。你見到藍色嘅地方就係識飛空域，意思即是話你唔需要報備咧，就可以喺嗰啲地方度直接合法飛行。咁但係記住，飛行高度上限咧都係120米。咁好多人都問㗎啦，點解呢個地圖同 DJI 嘅地圖唔同？記住，一切飛得定唔飛得都係以 UOM 呢個官方嘅地圖作準。咁如果你想喺藍色以外嘅地區度玩無人機，咁點算呢？你就需要事先申請啦。咁你就要翻上去上一頁嗰度，跟住我叫做飛行活動申請。咁你就可以撳新增，上邊呢度都寫咗噶啦，系統只係接受7日內嘅飛行申請，所以你太早入嚟呢個申請咧都係冇用嘅。而你亦都要喺飛之前嗰日嘅晏晝12點鐘咧入你嘅申請，咁所以太早同埋太遲咧都係唔得嘅。咁其實佢已經幫你填咗噶啦，飛行活動類型咧一定係一般飛行活動，任務性質都一定係個人娛樂噶啦。咁跟住咧就係預計開始同埋結束嘅時間。咁一般我建議大家唔好申請得太長，太長真係未必會批嘅。通常我就半個鐘頭做一個單位就算數啦。咁你就要報埋你嘅最大飛行高度。咁我亦都建議你想容易啲批嘅話咧，就唔好揀到咁高啦。咁我今次揀住50米先。航空器呢度咧，你一撳入去咧，就會見到你之前登記過啲咩飛機嘅。咁你揀翻你嗰部飛機，再撳確定就可以噶啦。操控員呢度，你之前咪做咗實名登記，咁揀翻你自己，再撳確定就可以噶啦。跟住咧，最緊要就係空域嘅呢度啦。你就需要喺地圖嘅呢度，大概框翻你嘅飛行範圍究竟係邊度。咁我亦都建議大家想容易啲批嘅話咧，千祈唔好框到咁大。同我教航拍班成日都係嗰句噶啦，目視飛行係好重要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跟翻目視飛行嘅話咧，
理論上你個範圍咧都唔會太大嘅。咁做晒呢啲之後咧，你就等佢批啦。咁所以出翻去之後，你就會喺度見到有一個審批中嘅申請，咁就用黃色嘅。咁如果成功批准嘅話咧，就會用綠色寫住批准。同一時間，你亦都會收到 SMS 通知嘅。希望呢條簡單嘅短片可以教到大家點樣喺中國大陸入邊度報備飛行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